大家好，我係張正欣，今日想同大家傾下大埔雲福苑雲志閣嘅最新消息同埋安排。大家最近睇新聞都應該見到，政府早前都公布咗有關雲志閣收購安排嘅最新數據同埋進度啦。我認為今次呢個消息對於雲志閣嘅業主嚟講絕對係一個非常關鍵嘅轉捩點，所以我一定要出嚟同大家梳理清楚，講下當中嘅重點同埋大家要留意嘅地方。首先講下大家最關心嘅數據先。政府最新數據顯示，截至6月底已經有超過3/4，即係足足77.8%，合共193戶雲志閣嘅業主簽署咗接受收購建議信件，正式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嘅意向啦。大家都知道啦，之前政府一直強調雲志閣要達到高度共識，即係要不少於75%業主同意先至會將適用於 A 至 G 嘅長遠居住安排方案正式開放俾雲志閣。而家有 77.8%，呢個數字證明咗雲志閣嘅業主嘅反應係非常積極同埋正面。大家都有高度共識啦，所以長遠方案已經係正式開放咗俾雲志閣嘅業主啦。順帶一提雲福苑 A 至 G 座方面進度同樣係好理想，已經有1361戶簽咗信噶啦，佔7座總數嘅 78.4%， 成個嘅收購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第二，我特別要提醒已經交咗接受收購建議信件嘅雲志閣業主，下一步嘅手續非常關鍵。房屋局而家正陸續協助業主完成買賣協議同埋轉讓手續。對於雲志閣，房屋局會安排接受收購嘅業主喺10月15號或者之前簽署正式嘅買賣協議。呢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個非常重要嘅條款，係簽署買賣協議嘅時候會加入一啲附帶條款噶，就係如果最終簽署買賣協議嘅雲志閣業主係少於3/4，即係75%，政府係有權選擇唔繼續進行有關收購噶。因為政府今次將雲志閣納入長遠方案，完全係基於不少於75%業主希望出售業權嘅呢個前提之上。估計雲志閣總收購成本係高達約10億元啊！政府仲要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額外撥款，所以各位雲志閣業主係一定要把握時間，盡快配合，並且喺10月15號或者之前完成簽署買賣協議，確保呢個來得不易嘅方案係可以順利落實。第三啦，講到呢度啦，到底更早簽署買賣協議同埋交信有咩實際好處呢？最直接嘅好處就係同選樓次序掛鈎啦。政府為雲福苑業主設有特設銷售計劃，選樓嘅先後次序係按照政府接獲業主簽署接受收購建議信件嘅日期去分批而定噶。越早交信批次就會較前啦。選樓嘅資格就會優先，同一批次內嘅申請者先至會再依據攪珠嘅結果去排列細序。第一批截止日期就係6月30號，第二批截止日期就係8月31號。所以越早簽署同埋行動係越有機會優先揀到心儀嘅單位。第四啦，大家關心收咗錢之後可以點樣安排呢？政府今次都提供咗非常之靈活嘅選項俾雲福苑同埋雲志閣嘅業主噶。業主收取收購金額之後係可以自由選擇，即時喺公開市場置業，又或者係參與政府嘅特設銷售計劃，以現金或者係樓換樓嘅方式購買全新嘅資助出售單位。而且因應雲志閣正式納入長遠方案，政府仲會係特設銷售計劃略作調整。喺原本預留嘅3900個單位基礎上，額外再增加咗496個全新嘅單位。呢496個新增預留單位都係香港房屋協會嘅資助出售房屋項目，例如粉嶺嘅百和路項目嘅單位由100個增加到300個，觀塘安達臣道石礦場項目嘅單位更加由300個大幅增加到596個。選項可以話係非常之充足同埋吸引啦。
最後咧，我想講句真心話，經歷過火災同埋種種嘅不幸啦，宏志閣業主面對嘅困難同埋壓力咧，真係好大嘅。大家都知道，呢啲嘅地契啦，同埋大廈公契修訂係極度複雜，日後咧可能係會另聘承建商同埋管理公司，並且係承擔高昂嘅維修費以及管理費，仲有心理陰影、物業貶值同埋日後難以買賣等嘅現實問題。政府今次提出嘅全面方案咧，正正係切實咁幫大家解決呢啲不確定性。我就喺度呼籲各位業主啦，真係千祈唔好盲目去聽一啲有心人嘅誤導，而選擇拒絕或者係盲反政府。今次政府推出嘅方案咧，係好全面同好貼地，大家咧都應該珍惜同埋把握呢個機會，響應政府嘅協助，順利去重置長遠嘅居所，早日過返一啲正常嘅生活，展開新嘅一頁。